做伙读圣经，今仔日6月初3，咱做来读《列王纪上卷》第15章到第18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15章，尼八的囝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第18年，阿宾亚做犹大王。伫耶路撒冷做王3年，伊的老母叫做玛迦，是押撒龙的查某囝。阿比亚做伊的老爸以前所做一切的罪恶，伊的心无亲像伊的阿祖大卫的心，完全顺服上主，伊的上帝。毋过，上主伊的上帝因为大卫的缘故，互伊伫耶路撒冷有一拍火，互伊的囝续接伊的位，搁互耶路撒冷坚固。大卫伫迄人乌利亚迄件事以外，拢做上主看做好的事，一生无违背上主的命令。罗波安甲耶罗波安常常交战。阿比亚其他的事业，伊所做一切的事，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阿比亚嘛捌甲耶罗波安交战。阿比亚倒去伊的列祖遐，人甲伊安葬伫大卫城。伊的囝亚撒续接伊做王。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第20年，亚撒做犹大王。伊伫耶路撒冷做王41年。伊的阿嬷叫做玛迦，是押撒龙的查某囝。亚撒亲像伊的祖大卫做上主看做好的事，对国内拄起乱动，以及伊的祖先所做一切的偶像，佮废除伊的阿嬷玛迦太后的位，因为玛迦有做亚瑟拉可恶的形象。亚撒将形象撤掉，伫吉伦溪谷放火烧。虽然遐个山头弹还未除去，毋过亚撒一生完全顺服上主。伊将伊的老爸甲伊本身分别做成的金、银甲器具，拢带入上主的圣殿。亚撒甲以色列王巴沙常常交战。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犹大，修建拉玛城，要阻挡人伫犹大王亚撒遐出入。亚撒就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村的金银，拢交予伊的银神，派引起大马士革见叙利亚王希顺的孙塔贝临门的囝便哈达。对伊讲，咱来结盟，亲像你的老爸捌甲我的老爸结盟。但我用金银做礼物送你，请你废除你甲以色列王巴沙立的约，互伊对犹大撤退。便哈达同意亚撒王的话，就派伊的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攻破以云、但、阿伯伯玛迦、加利利欧附近的地区、拿弗哈利地区。巴沙听到这个消息，就停工无搁修建拉玛，犹原住伫得撒。对安尼，亚撒王命令犹大所有的人民，逐个人拢得顺从，将巴沙用来要修建拉玛的石头甲材料搬去中间便雅悯地区的加巴甲米苏巴。亚撒其他的事业，伊的成就，伊所做的事，甲伊所起的城，拢记载伫犹大的王史。亚撒年老的时，得到脚的病，亚撒倒去伊的列祖遐，甲伊的列祖安葬伫大卫城。伊的囝约沙法续接伊做王。犹大王亚撒
第2年，亚罗波安的囝拿达做以色列王，伊统治以色列2年。拿达做上主看做歹的事，行伊老爸的路，甲伊的老爸同款，互以色列人陷落罪。以撒迦之族阿希亚的囝巴萨背叛拿达，拿达甲以色列军兵围困非利士人的基比顿城的时，巴萨甲伊杀死。犹大王亚撒第3年，巴萨杀死拿达，篡伊的位。巴萨一个做王，就杀死亚罗波安全家，将所有会喘气的拢剿灭，无甲亚罗波安留一个。拄拄照上主通过伊的仆人示罗人阿希亚所讲的话，这是因为亚罗波安有犯罪，佮互以色列人陷落罪。伊安尼做有激动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生气。拿达其他的事业，甲伊所做一切的事，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亚撒甲以色列王巴萨常常交战。犹大王亚撒第3年，阿希亚的囝巴萨伫得撒做以色列人民的王24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行亚罗波安的路，互所有的以色列人陷落罪。第16章，上主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囝亚胡，叫伊责备巴萨，讲：我有对土匪的中间提拔你，设立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你竟然行亚罗波安的路，互我的子民以色列陷落罪，叫我生气。看咧，我要除灭你甲你的家，嘛要互你的家甲尼巴的囝亚罗波安的家同款。所有属巴萨的人，死伫城内的狗会甲食，死伫野外的空中的鸟会飞来食。巴萨其他的事业，伊所做的事甲伊的成就，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巴萨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安葬伫得撒。伊的囝伊拉续接伊做王。上主通过哈拿尼的囝先知亚胡责备巴萨甲伊的家，因为伊甲亚罗波安的家同款，做上主看做歹的事，可因为伊杀死亚罗波安全家，激动上主生气。犹大王亚撒第26年，巴萨的囝伊拉伫得撒做王，统治以色列2年。伊的言行心理，就是指挥战车队一半的军官背叛伊。伊拉伫得撒，伫王宫的管家阿扎因兜食酒醉的时，心里入去甲伊杀死，篡伊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第27年的事。心里一个坐位统治，就杀死巴萨全家，包括亲人朋友，拢无留一个查甫人。安尼，心里除灭巴萨全家，拄拄照上主通过先知亚胡攻击巴萨的话。这是因为巴萨所有的罪，甲伊的囝伊拉的罪，因2个人互以色列人陷落罪，去拜虚假的神明，激动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生气。伊拉其他的事业，甲伊所做的事，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犹大王亚撒第27年，新历伫得撒做王7日。迄时军兵拄啊集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城，营中的军兵听着心里背叛，佮杀死王。迄日，以色列人民就伫营中设立元帅暗利做以色列王。暗利甲以色列军兵对基比顿上去，围困得撒。心里看着城已经破，就入王宫内面的堡垒，放火烧王宫，
家己死伫内面。这是因为伊有犯罪，做上主看做歹的事，行耶路伯安的路，佮互以色列人陷落罪，甚至其他的事业甲伊的背叛，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迄时，以色列人民分做两边，一半对基列的囝提比尼要设立伊做王，一半对暗利。毋过，对暗利的人民比对基列的囝提比尼的人较强。提比尼死，暗利就做王。犹大王亚撒第31年，暗利做以色列王，共12年。前6年伫得撒做王，暗利用70公斤的银对撒玛买撒玛利亚山，伫山顶起城，就照迄个山的地主撒玛的名，甲所起的城号名叫做撒玛利亚。暗利行上主看做歹的事，比以前所有的王搁较歹，因为伊行尼八的囝耶路伯安的路，互以色列人陷落罪，击败虚假的神明，激动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生气。暗利其他的事业甲伊的成就，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暗利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安葬伫撒玛利亚，伊的囝亚哈煞接伊做王。犹大王亚撒第38年，暗利的囝亚哈做以色列王，伫撒玛利亚做王22年。暗利的囝亚哈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比以前所有王搁较歹。伊犯尼八的囝耶路伯安的罪，毋过要看这做小事，伊搁带西顿王亚巴力的查某囝亚西比做某，去服侍跪拜巴力。伊伫撒玛利亚为着巴力起庙，伫庙内甲巴力起祭坛。亚哈搁做阿舍拉女神。亚哈的所做激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生气，比以前的以色列王搁较严重。亚哈做王的时，伯特利人希伊咧中建耶利哥城。伊下地基的时，死大囝阿比兰。安蒙神的时，死煞尾囝西甲。拄拄照上主通过论的囝约书亚所讲的话。第17章，住伫基列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讲：我记我所服侍用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咒詛，这几年我若无祈求，就无落水，嘛袂落雨。上主的话临到以利亚讲：你着离开这，我对东边去，密伫约旦河的东势，伊入溪边，你要啉迄条溪的水。我已经命令乌鸦伫遐攻击你。伊就照上主的话去点伫约旦东势的基入溪。逐日的早起时甲日落的时，乌鸦拢带饼甲肉来互伊。伊啉溪里的水，后来溪水干，因为迄个地方无落雨。上主的话临到以利亚讲：起来，去西顿的撒勒法，住踮遐。我已经命令迄所在一个寡妇攻击你。伊就起来，去撒勒法，到城门的时，拄好有一个寡妇伫遐在抾茶。以利亚就叫伊讲：请用器具舀淡薄水互我啉。伊就去舀水的时，以利亚阁叫伊讲：请顺手摕淡薄饼
来互我。福音人讲，我基用我的上主，你的上帝咒抓，我连一块饼拢无，汤内只有一杯面粉，房内嘛只有一束仔油。你看，我捡这两支茶，要倒去为着我甲我的囝做饼。阮食了就要等死。以利亚甲伊讲，免惊，你去，照你所讲的去做。毋过，大声做一块细块饼互我，然后为着你甲你的囝做饼。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汤内的面粉袂减少，汤内的油用袂了，直到上主落雨迄日。妇人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做，以利亚、妇人人以及伊厝内的人食真侪日，拄照上主通过以利亚所讲的，汤内的面粉无了，汤内的油无减。这代志了后，迄家的女主人的囝破病，病甲真伤重，煞断气。妇人人甲以利亚讲：上主重用的人啊，我甲你有甚物关系？你来我遮，煞互上帝想起我的罪，害我的囝死。以利亚甲伊讲：将你的囝交互我。以利亚对妇人人的行程，甲囡仔抱去，带去楼顶伊的房间，下伫伊家己的面床。伊求叫上主讲：上主，我的上帝啊，我住伫这个寡妇的厝，你若要降灾祸互伊，害死伊的囝。以利亚就拍伫囡仔的身躯三遍，祈求上主讲：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互这个囡仔回魂。上主听以利亚的祈祷，互囡仔回魂，搁活起来。以利亚就抱迄个囡仔对楼顶落来，入去厝内交互囡仔的老母。以利亚讲：你看，你的囝活咧。妇人人对以利亚讲：但我知你是上帝重用的人，上主通过你所讲的话，拢是真实。第18章，经过一段时间，到第3年，上主的话临到以利亚讲：你去见亚哈，我要落雨伫地面上。以利亚就去，要见亚哈。迄时，撒玛利亚饥荒真严重，亚哈就叫伊的管家俄巴底亚来。俄巴底亚不知敬畏上主，亚西比在抬上主的身体的时，俄巴底亚将身体100人藏起来，每50人藏伫一个洞内，用饼甲水攻击因。亚哈甲俄巴底亚讲：你着四界去找，到所有的水泉边甲溪边，看会当找着青草袂，通互马、骡活着，才免精神死去。因就分区域去找。亚哈行一条路，俄巴底亚家己行另外一条路。俄巴底亚伫路呢拄着以利亚，俄巴底亚认着伊，就拍落去，讲：你是我的主以利亚是无？伊应讲是，去甲你的主人讲，以利亚伫遮。俄巴底亚讲：你的仆人有犯什么罪？你竟然要害我，互亚哈害死？我基用我的上主，你的上帝咒抓，逐族逐国，我的主拢派人去底找你。因若讲伊无伫遮，就叫迄国迄族的人咒抓讲，因实在找袂着你。但你讲，去甲你的主人讲，以利亚伫遮，我一个离开，上主的神毋知要甲你带去什么所在。我若去甲亚哈讲你伫遮，伊来若找无你，就会甲我杀死。毋过
你的仆人对少年就敬畏上主。当亚瑟别在抬上主的身体时，我所做的兼无人甲我的主讲。我有将100个上主的身体藏起来，每50人藏伫一个洞内，用饼甲水攻击因。但你讲，去甲你的主人讲，以利亚伫遮，伊一定会甲我杀死。以利亚讲，我记我所服侍上主万军的统帅，就怎讲，今仔日我一定要互亚哈看到我。俄巴底亚就去见亚哈，甲伊报告，亚哈就来见以利亚。亚哈看到以利亚，就甲伊讲：“你这个害以色列凄惨落魄的。”以利亚因讲：“害以色列凄惨落魄的，毋是我，是你甲你老爸的家，因为恁气杀上主的诫命，去缀巴力。但你着派人去调集以色列众人，以及食亚瑟比的饭的巴力神弟450人，甲亚瑟拉的神弟400人，叫因拢去甲密山我遐。亚哈就派人去以色列众人遐，调集神弟去甲密山。以利亚惊我众人对因讲：恁心存两意，无要决断，要到什么时？若上主是上帝，就着顺坦上主；若巴力是上帝，就着顺坦巴力。众人一句话拢无应。以利亚阁甲众人讲：上主的身体只有剩我一个，毋过巴力的身体有450人，甲阮牵2只牛犅6仔来。巴力的身体先拣1只，切规块，下伫柴顶，毋通起火。我嘛会准备另外迄只牛下伫柴顶，嘛袂起火。互巴力的身体求叫因神明的名，我求叫上主的名。倒一个用火回应祈祷，迄个就是上帝。众人拢赞成。以利亚对巴力的身体讲：恁拣1只牛犅仔，先去准备，因为恁人较济。恁求叫恁的神明的名，毋过毋通起火。遐身体将互因的牛犅仔传好势，对早起到日头求叫巴力的名，讲：巴力啊，着永远。毋过无声无势，拢无应答。因伫所起的弹周围着跳。到中昼，以利亚举起因讲：喊较大声咧！伊是神明，可能伊是伫默想，也是伫无闲，也是出外去旅游，也是伫困。恁着甲伊叫醒，因大声求叫，照因的仪式，用刀斧、用枪插家己，直到规身躯流血。对过昼到很下阳节的时，因大声嚷、乌白话，毋过拢无应答，无动静，嘛无甚物回应。以利亚甲众人讲：恁活来我遮。众人就群活来伊遐，伊就修正德怀的上主的祭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12支族的数目摕12块石。上主捌对雅各讲：你的名要叫做以色列。以利亚用这个石头，奉上主的名起一座坛，伫坛的周围开个对直14公升精致的沟，搁排柴，将牛切一块一块，下伫柴顶，讲：用4桶底甜甜的水，摒伫烧化剂甲柴的顶面。佮讲摒第2遍，因就摒第2遍；佮讲摒第3遍，因就摒第3遍。水流伫坛的四围，到冒水满满。到很下阳节的时，先知以利亚徛我这坛讲：
上主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求你今仔日，互人知你是以色列的上帝，嘛知我是你的仆人，搁照你的话做遮的一切的代志。上主啊，得应我，得应我，互遮人民知上主你是上帝，互因的心活倒转。上主就降火将烧化者、茶、石头甲土烧了了，沟内的水拢烧甲焦焦。众人看到就拍伫涂骹讲：上主伊是上帝，上主伊是上帝。以利亚甲因讲，甲巴力的身体掠起来，连一个拢毋通互走去。众人就掠因，以利亚就带因落去基顺溪边，伫遐甲因刣死。以利亚甲阿哈讲：呾你通去啉食，因为有听到大雨的声。阿哈就去啉食。以利亚上去加密山顶，跪伫涂骹，面压伫两个脚头屋的中央。以利亚对伊的仆人讲：你上去看海迄边。仆人就上去看，讲无看到甚物。以利亚讲：你搁去。伊连续叫伊去看7遍。到第7遍，仆人甲伊讲：有看到云对海里起来，亲像手盘遐细。以利亚讲：你去对阿哈讲，着准备车落去，才免互雨阻挡。一时仔久，天因为风甲云变乌暗，落大雨。阿哈就坐车去亚述列。上主的气力临到以利亚，伊就摇大拔好势，规蛇路走伫阿哈的头前，直到亚述列的城门。咱今仔太圣诞节伫列王记上卷第15章到第18章。